下面要介紹嘅係 Smart Business 嘅推廣功能。點擊推廣，網絡行銷，呢度係所有 EDM 郵件嘅管理界面。返回上層界面，點擊新增按鈕，喺呢個界面可以新建 EDM 郵件。喺呢個界面需要填寫郵件嘅主題同內容，以及預定發送時間。喺內容部分，填寫 EDM 嘅具體內容，點擊呢度嘅圖片按鈕，可以插入圖片連結。但係需要留意，呢啲圖片唔可以係本機嘅圖片，必須係發佈喺網站上嘅圖片。如果唔係，可以喺下方嘅上傳圖片處選擇本機要發送嘅圖片，點擊上傳圖片，將喺呢度獲得嘅 URL 填寫喺上述嘅圖片連結位置即可。點擊圖片，可以為佢添加網站連結，令客戶點擊呢張圖片之後，可以跳轉至相應頁面。填寫所有內容完畢之後，點擊儲存按鈕，即可完成新增。喺管理界面，點擊測試，填寫測試郵箱後點擊確定，可以發送俾測試郵箱，以測試該郵件嘅樣式及圖片或連結是否填寫準確。若有問題，可以點擊編輯按鈕進行更改。點擊複製，即可複製出一個完全相同嘅網絡行銷。呢個目的係為咗區分唔同客戶群組嘅檢視情況。點擊客戶管理，喺呢度點擊上方嘅進階搜尋，喺呢度設定需要發送俾邊類客戶，添加所有約束條件完畢後，點擊確定，就會返回所有符合要求嘅客戶。先點擊右側嘅全選框選中所有客戶，點擊新增至熱門客戶列表，喺彈窗中輸入該客戶列表嘅名稱後，點擊儲存。點擊新增至網絡行銷，喺彈窗中選擇要發送嘅 EDM 郵件，以及相應嘅熱門客戶列表，點擊確定。返回推廣，網絡行銷，點擊開始，就可以完成 EDM 嘅發送。此外，喺呢個界面點擊指派，亦可以選擇相應嘅客戶群組進行添加。點擊追蹤按鈕，即可查看該網絡行銷嘅發送結果，有幾多客戶打開咗呢封行銷郵件。